让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为这个土地，我倾心祈祷，我主的旨意那更他的全着，为这个城市，我将被憔悴，我主的我命。这的百姓，愿做你好把天父，愿你高降你，愿颂扬甲悲伤，永远咱的心中。愿做你好把天父，愿你高降你。我无甲喜乐，永远定来心中为这个土地，我倾心祈祷，我主的旨意才准地偏着，为这个城市，我将被憔悴，我主的
做了等候家的百姓，完全你阿爸天父，万里高岗里，万松香甲微笑，因为咱的心中，完全你阿爸天父，万里高岗里，我唔茫甲喜乐，永满掉来心中。是的，主啊，愿主你赐福我们，赐福我们这个国家。主啊，就求主你，我们就将我们的每一个执政者，每一个的地方官员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愿我们的台湾少一点抱怨，少一点斗争，多一点的爱。主啊，也愿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的爱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一切。主啊，愿我们在主你的安息日能够得着安息，得着帮助，得着力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主耶稣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祷告，阿们。你是我依靠的力量，你是我寻求的保障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好比贵重的珍宝，我怎能放弃你不要？你是我的一切。当我醉在和羞辱，死里复活，我蒙救赎，你是我的一切。当我跌倒，你扶持我；当我干渴，你充满我，你是我的一切。耶稣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耶稣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当我醉在和羞辱，死里复活，我就救赎，你是我的一切。当我跌倒，你扶持我；当我干渴，你充满我，你是我的一切。耶稣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耶稣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，主你是我们的一切，主你是真理，主你是生命的活水。主啊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啊，我们就将我们这一切的重担，我们这个礼拜的劳苦，我们的忧虑，我们的烦恼，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主你里面体验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多么的美好。主啊，就求主你祝福在座每一个位的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我们就将一切都交托在主你手中。谢谢主耶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，阿们。
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圣诞节将要到，阮大遮纪念主对即个世间所做一切。你的道路，把阮对黑暗中行着光明。你的真理，互阮明白是非，判断善恶。你的生命拯救济济愿意认罪悔改的灵魂。主啊，你伫世间虽然只有33年活，但对全人类2000年来造成巨大的影响。你的话成做一个国家立国的精神，甲法律制定的基础。你的道理成做民主人权推动的力量。你无以独裁专制控制这个世界，你也无以刑法恐吓来治理人类。主啊，你是以无限的疼来感化这个世间，互人的内心产生改变，来而得到顶头生。当顶头生的人哪来遐济，世间就会更加和谐，更加充满疼。安尼主爱的方式，就是万王之王，治理世间的智慧甲伟大。主的降生是人类的至宝，咱应该将圣诞的福音广传来回报主赏赐的疼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请圣歌队来学乐，里面歌曲是我要学乐你。
这是咱来公读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第25节至32节。25节，拄转伫耶路撒冷有一人，名叫西面。这人义阁敬虔，平时兴慕迄个安慰以色列的圣神踮伫伊。26节，伊捌得到圣神指示，知伊也未死，要大声看见主的基督。27节，伊互圣神感动，就入殿，拄啊耶稣的爸母抱婴仔入来，要甲伊照律法例例来行。28节，这时西面用手指婴仔，俄勒上帝讲。29节，主啊，担照你的话，就透放你的奴仆安然过世。第30节，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。31节，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。32节，做光来照外邦，搁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。讲道，咱只是请蔡长老来为咱讲道。讲道的题目是准备有信心。三个来祈祷，万款的主，奉你感谢，感谢你哦，这个福分摊伫圣殿中间敬拜你，主你的恩典何其的大，求你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，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所有的敬拜以心灵与诚实的敬拜，迎接主你的降临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哎，这边告诉你，各位讲平安。哎。一礼拜无看吼，已经一礼拜无看到啊，所以讲我毋知感觉讲你会足想彼此互相中间的相听。这礼拜咱就看到一对翁仔某，咱来点第2节6条，准备甲信心。每个人准备主基督耶稣的降临，更重要的要准备主耶稣的再临。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，你要站在审判者的这一边，还是未得救被审判的那一边？这是咱伫待降节的时阵，心内爱准备咱来知的。那么一个人要有准备的心，我们随时准备好了，准备主降临。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会看见，因为我们有盼望，主将再来。今天我们就讲一个人物，西面这边。这是一个真虔诚的列比啊，真虔诚的先生诶。到以色列人到真老的时阵，他看到了，伊看到一个异象，圣神甲讲，圣神对来讲话，有甲伊讲西面啊，西面啊，因为一天天的祈祷、祈祷那个安慰以色列的人早日到来，就是祈祷弥赛亚早日到来，祈祷弥赛亚早日进来。伊咧准备，伊有种信心的，伊知影，我伫要死以前，会当看到这个以色列安慰者，会当看到弥赛亚过来。所以前面是一种望弥赛亚来时阵，用迄个满心来迎接，只是咱点到第2节6条，咱有这个信心。咱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再临，这足重要的代志。时阵，请咱安静，用咱的心来体会这首歌。一面恁看伊的歌词，一面安静来听。主啊，他将你的为他帮你的萝卜安静提示，因为怪目睭已经看见你的就是你所批判的万百姓的面前，最更来救我邦得罪你以色列百姓的眼光，我宁更归的北家及先心，
亲像伫起头伫现在以及将来，也是安尼，直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，阿门。主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准备好了，等待主耶稣基督的降临，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再临，带给我们的审判还是拯救？西面他有看见异象，圣灵跟他讲话，他看到我要死之前，我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安慰者。他每天在祈祷以色列的安慰者。他是一个公义又虔诚的人。公义虔诚不是跟你讲的嘿，那跟你讲我就有信用的，我不是很有信仰。信仰是上帝知道，没有一个人比一个人自己在自夸他有信仰，但是上帝知道你在他的面前里面所付出的，你是不是敬虔在他的面前。他在其他安慰者到来的时候，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是什么？又有圣灵在他身上，够性情伫伊的心上啊！那我为着准备这道理的时阵，将所有民书再读一遍。我感觉我真熟这圣经章，叫我都发觉讲足侪圣经章哦，我已经袂记记，足侪感动着我的心嘛，够性情伫伊的心上啊！那都问家己，圣受伫你的心上无？你有将圣神所讲、所行、所做，你做咩讲述无？那我真谦卑伫上帝面前无？谦卑是咱基本基督徒应该有的信仰。咱常常讲救恩，那一摆得救啊，得使南山做、欧北做，反正主要说基督替我们洗清所有的罪了，所以我们以后可以胡作非为。救恩是一个进行式，是一个持续的救恩呢，是个 ing 持续的动作，而不是今天一次得救以后就永远得救，之后你就胡作非为啊，那个不是救恩呢，因为你没有得到救恩。救恩就是你要持续有主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，你随着主耶稣基督而走，圣灵充满着你，带领你走，安慰着你所有的一切。所以他受到圣灵的感动啊，西面受到圣灵的感动，有了像血的感动啊。他做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进入圣殿。你别去搞啊！我们来崇敬上帝，赶快进入圣殿。进入圣殿，你看那个动作，那动作你看，随时都准备要去朝见上帝。就前面23篇所讲的，最后一节讲到，我要一世人徛去伫耶和华的主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我一世人要徛耶和华三个地地，一世人一辈子都跟神在一起。进入神的圣殿是何等的美好！所以你们每一个人今天进入神的圣殿，跟上帝一起，有主耶稣跟你们同在，圣灵充满着你们，这何等的美妙的一件事情呢？进入圣殿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！我们所看到西面是什么？他有看见异象，他通过圣灵，他看见异象，他说啊，我在过世之前，我会看到那个以色列的安慰者，以色列的拯救者，那个弥赛亚，我要看到弥赛亚来，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哎！那这种底下的三个的单胎，昨天我破为那个牧函里面，就跟各位讲，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蛮感动的。我们为了圣诞节，当然有很多的说法，说那圣诞节啊，其实圣诞节是以前的太阳日啊，所以不应该守圣诞节啊，等等的。其实这些我都同意，因为我不做神学上的论辩。但是咱为了心真正迎主耶稣来无？好在时阵，民历节我入来时阵，伊就分7张我圣诞节的邀请卡。为了喜乐合唱团来，我们多大的准备啊！那种音乐的见证，有时候比好几篇的讲道、几10篇的讲道更好哎。一篇的见证，一篇好的见证，
彼得上好几篇、几十篇的讲道，因为要你将那个种子种在他们的心里，有一天它会开花，它会萌芽。我们有看到福音的茶会，我们有看到爱的飨宴，这些是什么？不是我们自己会有而已耶，更重要的是会外的会外遐兄弟姊妹来到咱的圣殿中间，互去感受着上帝的听。咱毋是要每一个人讲，你今日踏入到中央教会，你就是爱信主，你若无信主，你会落地狱。拜托，千万你毋通讲一句话。因来，咱足欢喜的，会当进入圣殿，一个未信者，一个无道友，一个拢毋捌来到教会的人，会当进入咱的教会，这是感谢主的代志啦。毋是要甲强迫伊做啥物工课，是欢迎伊来，用心欢迎伊来。有信主无信主，圣神感动伊啊！所以你看，圣神感动伊，伊就随进入圣殿呐。这动作你看，那个动作一圣灵一感动，他就赶快进入圣殿。所以他的心永远以圣殿为重，永远以敬拜上帝为重。都要进圣的时阵，快点噻，快点耶稣来，要行耶嘞。当时以色列有一个规定，他们的律法有规定，就是长子，耶稣是长子嘛，大囝。长子的话，都要到圣殿里面找一个最资深的拉比，给他祝福。所以你抱耶稣入去到圣殿的时阵，这边受了圣神感动，紧赶紧去啊！你看到迄个动作是安怎？咱才听到迄首歌，手抱着耶稣啦，家人的感动啦，这是一个异象。那教会嘛是有异象啊，那个计划真济。明年我们就是我们大复兴年，现在我们在筹备。我都准备好了，不管小组，不管神的话语，我们充充足足在准备，因为我们准备迎接那个大复兴的来临，因为我们要解封了。我们现在可以和小组的聚会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去关心，可以去探访，可以去互相的沟通。就像我们是口农尼亚，但有人翻译做那个交通口农尼亚一个团契，每个人来都是我的兄弟姐妹。不分大小，所以箴言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王的箴言告诉我们说，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啊！我们教会要有异象啊，而不是无修无练，不冷不热。哎呀，做礼拜啊，那礼拜天到了，我们去做礼拜啊，听讲道啊，讲道好，不错啊，讲道不好没关系，反正有做礼拜。我们每一次来的心要火热，所以听道，然后信道，然后怎么说？行道啊！我们要走出来，我们要知道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什么叫做异象？我们经常说英文就是 vision。我们有些练管理的人就是说愿景，没有异象。这个异象不是说你突然想我要梦想一个怎么样，我要梦想一个大企业家，没关系，等我做大企业家的时候，中天教会就看我。你们都不要奉献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奉献是一种福分呢，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奉献就够？你奉献越多，感谢主；我奉献2文钱，也感谢主。因为每一个人的福分，不是你独享，是大家都有的福分。所以异象圣经里面有提到88次，可是88次不是全部是叫你去脑力激荡，说想，用自己的想法，而是要祷告，虔诚在神的面前，神会告诉你。我到中天教会的时候，神一直告诉我，中天教会要200个人。3年了呢，我本来第2年就有200个人，那么我可以找理由说，因为 COVID-19 啊，我们没办法聚会啦 ，COVID-19 每个教会聚会人数都减少，因为 COVID-19 等等，可能上帝会跟我讲，你会不会废话太多了，理由太多了？我们经常找很多理由，我们找的这些理由对吗？不是上帝，然后有时间有地点，当初初代教会还会被抓躲在松露里面都还在聚会，我们现在有躲山洞聚会吗？我们是躲在家里翘着脚看直播。相对的，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意向？上帝明明告诉我，你们这个教会要复兴，而且我看到的是我们的会友心开始在火热，我们开始在探讨神的话语，我们开始在分享神的话语。在想到分享神的话语，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好玩。我就突然有看到一句话，这句话你们注意听哈，
就凡这些事在有枝的树枝上发生，那么在那些枯干的树上，将来会怎样？也就是说，有一些这些坏的事情在有枝，就是有枝有美好、今后、今七的树啊，很美好的树上发生了这些不好的事情。那些枯干、那些高大的树啊，将来变了。这谁讲的话？莎士比亚、尼采、赵雍基、那个罗湖柱，还是于天？这谁讲的话？这句话是谁讲的？谁讲的？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上一直很惭愧。我说我念圣经，我每次在读经，到底我读到哪边去？这句话深深感动我哎。好的你们都不珍惜耶，这些不好的怎么办呢？这句话是谁讲的？这句话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。圣经是旧约还是新约？这是新约。你看那个字眼就是新约。新约谁讲的？耶稣讲的。耶稣在什么时候讲的？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被抓去在钉十字架受苦在的路上，在救他的路上，他讲这句话，在路加福音23章31节，告诉我们：我这个样子，我这个有枝的有结的树啊，有汁水的树，都被受这的凌虐。这些枯干的这些犹太人，这些把我钉十字架的人该怎么办呢？所以你看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讲一句话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圣诞节、代降节是做什么？就是迎接主耶稣基督降临，迎接主耶稣基督降临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有汁水的树啊，那都在做那个有结的树啊，青的树啊。永远青啊，唔当无甲压水，不浇水，然后你要看那个花，你看那些花没有浇水，以后慢慢上枯干呢。所以我读到路加福音23章31节的时候，我心里懵了一下，我说：是福音书不是我读了很多次吗？所以我觉得圣经你每一次一再读、一再读、一再读的时候，我太太就看着我在那边读圣经，突然在那边大笑。怎么这段话以前我怎么没有注意到？就圣经很多话你都没有注意到，你都完全没有注意到，你觉得这个是很多文学的字眼。你看，这好像莎士比亚所写的，有汁水的树都是这个样子受到虐待，那个这些枯干的树该怎么办？你的人生啊，想就是变成好像莎士比亚所讲的，你的人生啊，虽然风风火火，但是有时候会被破坏。圣经讲的，耶稣讲的，因为路加医生啊，有时候路加医生是唯一的外邦人所写的圣经。每次看到路加福音，他受过严谨的训练，他跟着那个保罗在四处的传道，他看到这些门徒跟他所讲的使徒跟他所讲的耶稣的每一句话，他都牢记起来，然后写下来。马太福音从约瑟的家谱开始，可是路加福音是从玛利亚的家谱开始。在以色列那个时代里面是重男轻女，可是我们看到路加反而不但没有重男轻女，反而更注重女性。所以路加福音里面所写的这些姐妹的侍奉，路加福音一再的强调。为什么？他用人性做出发，一种人性的出发。所以在路加福音，你马太福音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出生，可是在路加福音你可以看到他是用一个很喜乐、很悔改、圣灵充满的心来写路加福音。他就告诉你们，圣灵充满着他特别写出来，从耶稣受洗圣灵的降临，他有写出来说叫我们有意向，圣灵感动他特别写出来这个西面这个人。那后面有写亚拿，一个阿那就是亚拿这个先知，一直你下这物件时阵，一直受圣神的感动啊。咱讲，我在这相信耶稣不是讲我去了会找个保惠师来，耶稣走了以后，圣灵才会来。No， 三位一体是永远存在。他就看到耶稣降生，他就看到西面，就看到说，有一天，我会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了。
所以没有意向。有时候我们教会会没有意向，为什么？反正做礼拜学，这教会还不错了，我们人数也够，来牧养这个教会也不要太多人。就像德国，那个在英国也牧师变成公务员啊，所以他很怕会有太多的话，好麻烦哦，一圣变要探讨好多。反正他是公务员，他也要经过考试，等考上以后他是公务员，领公家的薪水，所以教会很漂亮，但会有怕很多的话到时候牧养起来好累，反正就是这样公务员。我们不是公务员，我们在这里侍奉，每一个都是上帝的奴仆，各尽其职。上帝给我们各种的恩赐，我们要各尽其职。所以没有意向是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没有盼望的，我们没有那个时节，我们没有那个感觉，我们所感受，我们感觉是，我们没有那个意愿，没有觉得我们教会应该复兴所以圣诞节快到了，你看那个建会节很早就抛出我们的那个海报出来，我们期待呀，我们期待邀很多的亲友来呀。你说的一来我们就一定要教会，不是，我们要告诉他们，主耶稣真的是爱你，让我们再去做见证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看见救恩呢。因为路加是个外邦人，所以的外邦人就不是犹太人这个圣经66卷里面65卷都是犹太人写的，只有这一卷就是外邦人所。还有那个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的。他所写的是什么？他最需要告诉我们圣父圣子，耶稣你们都看到了，你们都相信有上帝，可是最重要是你看不到的圣灵啊。所以他这个灵恩的福音呢，他告诉我们要有灵，这个灵恩的福音要存在你的心里，而不是这种麻木的敬拜，这种麻木的敬拜，不是麻木的敬拜。所以他说：“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啊，多美的！”耶稣抱在手上，他说：“我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，我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。”然后那一句话，有时候你看到眼泪就会掉出来啊！我可以安然过世的。一个有信仰的人，有信用的人，请保罗先生讲，我如果能够跟主同在，是美得无比呀。可是我世上还有任务啊。如果现在主找我去的话，那是美得无比啊。所以我们说是蒙主恩召。那天我们就在讨论说，基督徒死掉了以后，身体比较软的那些殡仪馆的人说，你们基督徒很奇怪，死掉以后脸上有花光，脸上就是有笑容，就算身体生前的时候受到癌症受到很多的病苦，身体很痛苦，可是死了以后脸上就开始花光的温柔，很温柔的光。那天美丽姐今天没有来做礼拜，她说她要看直播，因为她说她可能不敢来，她有咳嗽跟那个发烧。那美丽姐在讲说，国贤兄啊，生前受了很多折磨很久可他突然死的时候，他们说好像年轻10岁。在笑，那上好慈祥，所以那个殡仪社的人说，替基督徒穿衣服很简单，因为身体软软的。可是，一些未信者才好害怕的死，所以都僵化，连衣服都要把它剪开，穿不下。所以救恩是临到哪边？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，只有路加福音特别强调，这个福音不是临在犹太人，不是临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福音是临在哪里？临在万民就像那个马太福音28所讲的，召万民来就是耶稣，就在使徒行传第1章所写的是什么？到万民，到各地，到地极做见证，是全世界的。这个救恩是临到万民而且临到哪里？是临到外邦人这个救恩临到哪里？当然也临到以色列人。所以救恩的特质在哪边？是为万民预备的。今天圣诞节是为万民所预备的。我们不是只有庆祝圣诞节，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要迎接主耶稣基督降临。所以我们得让第二根的蜡烛，我们一边要反省自己，我们要用准备的心我们有信心主耶稣要再来，我们要用全精神。我们不是说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，我们连工作的时间都要服侍上帝。你说这种可能，我工作就很忙，你工作的时间有没有用上帝的心跟你在一起？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你所做的每一个行为，在你的职场上就是见证
你比如说，我不是专职的牧师，所以我礼拜一到礼拜七，到礼拜天我没办法，完全侍奉上帝，我只有礼拜天能够来做礼拜。错了，你不是专职的，你是兼职的，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，你在服侍上帝。我请你们记住这句话：你的工作岗位上也是在服侍上帝。你是个神学生，你在神学院里面也是在服侍上帝。所以不是说我比你先，我神学学问比你好，而是互相的砥砺自己。我们以后出来要做神忠实的奴仆，我们要做神忠实有名有实的工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，照亮外邦人的光呢。所以说，基督来不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呢。从马拉基书到那个主耶稣基督降生这400年里面，以色列所盼望的是什么？有一个弥赛亚，有一个君王来拯救我们以色列民族。因为以色列民族从被那个抓到巴比伦以后，那尼布甲尼撒王虽然讲70当后跟帮对，可是他们一直觉得说没有根啊，以色列王国。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3章31节所讲的，你们这些枯干的树株以后将怎么办啊？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啊，我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你们的缘故，所以你们要亡国。以色列有没有亡国？有啊。有没有受到惩罚？有啊。但上帝有没有放弃他们？没有，因为上帝的预言告诉他们，他们又在复国。那么照亮在什么？以色列的荣耀啊！主耶稣基督是荣耀。十字架本来是羞耻的记号，可十字架是羞耻的记号，告诉我们这个羞耻的记号变成荣耀。今天人家唾骂你们，今天人家骂你们，今天人家用各种的方式来凌虐你们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在那边，你看脱了剩下一条内裤在那边打，会不会教会啊？他是人嘛，好痛啊！会不会累啊？你看他的背十字架在维多利亚的路上的时候，有没有倒下去？有啊。而且倒下去扶他的人是谁呢？也是西门。所以相对的，也就是说，有人帮他的扶持十字架。我们也知道，主耶稣基督做人的时候也有软弱，需要我们的扶持。你有真的是了解了救恩的性质吗？我们的人口在10月15号，全球进入80亿，80亿耶！进入80亿，说一年增加7500万。一个月增加15万，每分钟增加75个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基督徒在全部世界人口里面所占的比例大概30%，15个人3成就4.5个人。所以每分钟我们要引领4.5个人来信耶稣。你觉得说，哎呦，这个有点好像，不要说4.5个人，一年我们大概都找不到4.5个人来受洗。但是我们要更警惕自己耶。所以如果达80亿的检讨是什么？基督徒的人口是有增加哦，全世界有增加哦，在哪边增加？在印尼啊，在印度啊，甚至在伊朗都增加。在这些贫穷落后的国家，你说我们说中国大陆很差，你看为什么中国大陆很差啊？他们有风控，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，为什么中国大陆还是生产不错？因为他们聚会的人数比全世界的比例都还多，比我们台湾都还聚会的人数的比例比我们还多。他们地下教会爱主的心非常的热诚，他们有一种的地面上的、台面上的10诫里面变9诫，因为除了我以外，你不能有别的神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能把你兄弟这条推掉。可他们仍然有迫切的心呢。我们就香港反送中遭受迫害。和香港还是一样照常繁荣啊，只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繁荣。但是因为他们最主要支撑的力量是什么？他们基督徒的信仰越增加。韩国在金融海啸，韩国之所以复兴，不是因为执政者多厉害，因为执政者每一个都是贪污被抓走，每个总统历届总统都被抓走。但是他们韩国的教会非常复兴，他们的祷告会让你觉得说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祷告，而不是我们应付式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在世界人口增加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到全世界。你说啊，怎么末日还没到？主耶稣说，那个不是还没到，是宽容我们。我们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所以我们希望基督教的福音传遍到全世界去，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基督教的福音。我们可以借着救恩，因着信而来。
为了治耶稣基督，我们借他重生的喜，借他圣灵的，让我们每一个神可以消除他的罪恶，将我们从罪行中解救出来。所以救恩借着什么？借着耶稣而来。但是千万记住，不要再犯罪了。不是说耶稣帮我们救恩以后啊，现在我就有恃无恐，不要再犯罪。最后一项，我们效法西面。什么叫效法西面呢？多聚会呀！今天救恩临到，你会看见神的救恩，赶快跑到圣殿。那么心那么急耶！今天我们一个喜乐合唱团要来做诗歌见证，赶快去，看有人帮忙什么，看有一些什么微信者来，我们去帮忙他，让他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很欢迎所有的会外的姐妹来这里做礼拜，来这里跟我们一起爱餐，来跟我们一起享用。你说，那我们就趁着他们来，我们把他讲一篇大道理，讲道理不会感动人，行为才会感动人。道理讲得再大，没有行为，人家不会觉得你这个行为有什么大不了。所以他受了感动的话，立刻进入圣殿，这是多么的重要啊！所以我们要多参加聚会，常常读经，神的话语在你的身上，你就会觉得非常大的安慰。每次神的话语在我的身上的时候，其实最近我的身体不是那么的好，所以我明天要到三总去做全身的检查。但相对的，我就觉得说，我一直跟上帝讲，反正我有一天能够在这里，我就觉得好的无比。有一天突然我一直在想说，我如果再讲到一半就倒下去，那就送医院，感谢主。但主才是美的无比呀！我们在世上是什么？尽我们的力量，尽我们的福分呐！我们像启示录3章21节所讲的是什么？我在门外叩门呐，叩，有没有打开呀？门或者是在里面，你要打开呀，才会得到主的救恩呐！我们要欢喜庆祝。你说耶稣基督要来死，我们上面欢喜，你难道不喜欢吗？耶稣没有来，你没有办法得救哎。我们都要欢喜，不是欢喜就一直欢喜，我们要欢喜庆祝，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看那个西面说啊，我可以安然过世，我可以安然去世。这是多美好的一句话。每个基督徒在临终之前，如果都能够讲啊，感谢主，我可以安然去世，多么的美好哎！多么的美好！你说，就他妈的还来不及，上帝啊，不要带我走！我赶快去跟我先生传道，我刚刚去我儿女传道，我赶快去跟我朋友传福音，告诉他们，你们要信主，你们要悔改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啦！所以我们就看到圣诞节是什么？讲好听是 Christmas， 我们看到圣诞节是看到什么 ？Christmas 不见了，看到只有 money 啊！圣诞节啊，我们就那个所有的百货公司都在打折哦，好热闹哦！我们的圣诞节好多的 amusement， 就是我们一切一乐，我们哇，这好棒哦！圣诞节我们都好快乐，然后我们有 on sale， 什么东西都在打折，只有一个不见了，谁不见了 ？Christ 不见了啦，这是叫 Christmas， 只有是这么死的 ，MAS 在 Christmas 不见了。所以我们自己要警惕自己。鲁尼是个小孩，他妈妈非常虔诚。礼拜天他们一定去做礼拜，妈妈就牵着他的手，带着他自己的圣经。在做礼拜的途中，突然看到2个人，披头年轻人披头上法，就看到你干什么？你们去做什么？我们要去做礼拜，做什么礼拜？做什么礼拜？你讨厌了！你这些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做什么礼拜？有什么好？就这2个在笑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青年突然静下来，就跟他讲说：“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教堂吗？”他妈妈好高兴，哎呦，太棒了！你要跟我一起去教，走，我们一起走，就把他拉着。他说：“我手很脏，我身体很脏，我这个头发也很脏。别，做礼拜，不，赶快来！我们时间快到，就把他一拉坐到他旁边来。”那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《传道书》11章第1节。我们每次想到传道书，都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那11章第1节告诉我们什么？
他说要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，日后你必得着。传道书居然有这一章这一节。但是努力，因为小孩子他也就是听人家讲道啊，但他也没有很大的感受。他突然看到那年轻人要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，他看到前面有一本高的圣经，他快拿起来，牧师没讲到，他一边翻了老半天。那努力跟他讲说：“没有啦，在这里啦啊，诗篇箴言，再来就传道书了，就在中间，就在中间，就在这里。”从第一节开始看，虚空的虚空。那些一边听牧师讲道，一边看，身体在发抖。礼拜完，那妈妈就跟他讲，跟这个青年人讲：“你有没有圣经？”那我没有。你喜不喜欢圣经？我一定会想办法自己去买一本圣经。他努力，你把那本圣经先借给大哥哥。这是我16岁的生日呢，没关系，你先去给大哥哥。那个青年讲，我会还给你，我会还给你，谢谢你。他圣经抱着就冲出去了。下个礼拜记得来礼拜，然后冲出去了。下个礼拜做礼拜的时候，那个青年没有来。那个你说那个大哥哥把我圣经拿走了，他没有来呢。妈妈说没关系，我们继续替他祷告，希望圣灵能感动他。因为圣灵一直催逼着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要为他祷告。他们就回家，跟他妈妈两个就跪下来为这个青年祷告。那女儿说：“拜主啊，拜托你啊，那本圣经是我16岁爸爸送给我，爸爸已经不在了，求你要还给我啦！我再买本新的给他都没关系啊，主啊，那本圣经要还给我。”在妈妈在旁边在祷告得救，他在旁边祷告，圣经要还给我。到第3个礼拜，那个青年来了。听完讲道以后，礼拜完，那青年将那本圣经还给努力弟弟，谢谢你。那妈妈就跟他讲，很好，我每天都有听你祷告。今天就跟他谢谢，然后要跟他讲话，他转头就走了。努力看那本圣经翻开来，在空白页有写：“请替我代祷，我是个不孝子，罪恶满盈。”HB。看到他妈妈说，圣灵教我们要替他祷告。努力就跟着他妈妈一起生活一段几十年以后，他妈妈死掉，他一个人，他就想说他是医学院的医生，然后对我来讲钱财没有用，但是我要去服务更多的人，要到那个人家不喜欢去的地方。有一个地方什么传，因为传出去的话，有时候远洋医传都1-2年，传医生啊，做传医的话很苦呢。因为没办法到陆地上啊，就等于在外面漂泊，但是他们很容易生病，所以他要去那边做他们的医生，他就随着船这样世界这样跑，做船医生。有一天船跑到南非，他在南非，他们都到南非以后啊，就下船以后，他就看到一间教会，他就去做礼拜。这个教会蛮简陋的，但是也盖得蛮大，他去做礼拜，有一个年轻人在那边讲道。觉得有点面熟的感觉，但是他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因为很远的嘛。他本来住在法国，现在是南非。他本来住在法国的格拉斯哥尔，格拉斯哥尔不是英国的格拉斯哥哈，是法国那个香水重地格拉斯哥尔。他住在那边，他就很远的地方，怎么会到南非？应该不是吧？他在那边做完礼拜以后，那个因为努力有带他自己的圣经，他非常喜欢那本圣经。那个传道人就这样一直看着他，就走到他前面来。这位先生，这位兄弟，你能不能将你的圣经给我看一下吗？他说好啊，都拿给他看。翻到后面，开始发抖，传道人一直发抖，一直发抖。说我们这边有一次，我们2个坐下来，一直发抖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你记得在法国的格拉斯尔小镇的一个礼拜堂？有一个年轻人，身体很脏，头发很乱，很臭。啊，对了，小时候妈妈有带我去，我还有印象，妈妈每天都在帮他祷告。看着他说：“你是？”我就是那个年轻人。那一天之后，我在路上我就倒下去了，我就病倒了，我就被送到医院。很多牧师来关心我，这些牧师关心我，关心我，我就在他们传前我就决志，
我跟他们讲，我也做个宣教士，我受完训练，你派我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所以他们就派我到非洲来。我在非洲南非的这个小乡镇，这个渔港里面，我就在这边传教，做一个大的教堂。我做传教已经10-20年了。每次我就想到那一幕，神啊！因为我妈妈过世之前，只握着我的手讲一句话。我希望有一天我看到你是相信主耶稣的，努力眼睛掉下来。我妈妈临死之前还在念着你，希望你得救。现在兄弟姐妹们，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啊，日久必得早啊。圣诞节我们要喜乐合唱团来，你是觉得说这些听音乐见证的人怎么都没有感动？洒在水面上，你邀请来我们的关怀站，邀请来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有一天就得着拯救。上帝要用你的，不是说你的口才多好，我要跟你讲要信耶稣，你就信耶稣，那就不要任何传道者，也不要耶稣了嘛。我们要将那个种子种在他的心里，就像努尼一样，妈妈每天为他祷告，这本圣经就救了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那么将我们的粮食撒在水面上，我们的米牛放在水面顶，因为日后我们看你的拯救，因为日后我们必得着你的拯救。求你在我们圣诞节庆的时候，我们准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有信心迎接主你的到来的时候，我们坦然到主你的面前，我们会站立得稳在主你的面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各位兄弟起立，咱来吟信诗第133首，吟诗煞准备心来奉献，谢谢。心来，请坐，请准备心来奉献。
起立来献奉献的诗。讲到进前，咱先来关心一个大道的事项吼。咱为着柯俊霖的囡仔苏雅，因为肠炎住院治疗来大道，求主怜悯保守看顾，早日恢复健康。第二，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，甲照顾因的亲人，大道恳求上主同在扶持，行过即个艰难的时刻。第三，咱为着林灵珠、李世斌、张梅梅、李维硕、李世伟、李慧芬、甲李正成，搁后雪珠，即个为着伊神经痛缓和来祈祷吼。李建芬、温慧玲、李芬琪、李明修、李念明，身体能健康来大道。咱起立来做来公道。吟上咏398首，吟诗煞，请林牧师来替咱祝祷。
到万世代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时时刻刻甲恁三甲地地，对即时起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。报告进前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，2道吼。咱以台语先吼，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，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面前的，做光来照外邦，搁做你以色列百姓阳光。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，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面前的。做光来照外邦，搁做你以色列百姓阳光。路加福音第2章30节至32节，那华语哈，我们也念2次哈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路加福音第2章30节到32节，消息报告吼，咱伫今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吼，咱已经有邀请叶岩夫妇吼来替咱点第2间的蜡条吼。第2点是12月18，由即个罗兴良牧师主持的圣礼典，欢迎预备接受洗礼的兄弟向叶基安长老来报名，以便安排参加受洗前的学道班。第3点，12月24拜六吼，圣诞晚会邀请卡已经印出，每位兄弟拢各有1张吼。若有想要搁邀请朋友来参加的吼，请向敏丽姐索取邀请卡的，搁并登记。邀请卡请当日一定爱会记早来，伊正手边即个白色的部分，就是咱抽奖的依据吼，较麻烦大家。第4，本会定伫明年2月26召开2023年定期会员的好会。为编印好会手册，请各团契吼，将2022年组织会计报告活动内容，甲2023年组织预定的活动内容，伫1月15前email 予迄个米丽姐。第5点呢是即个台北的 YMCA 圣乐合唱团。定伫本周512月9号暗时7点半举行第76届尼西亚的主圣音乐会，伫台北怀运堂来演出，免费入场，欢迎兄弟前往欣赏。本球的新安宫读经的进度，请咱家己来看。今日报告到遮。只是礼拜要煞，咱请圣歌队吟祝福的歌。
咱来行平安礼，吼。感谢主吼，咱一面联谊啊，一面迄个分小组吼，来咱以后先来拜拜的小组。